民进党伫尾林大华涉贪检调2啦，搁再敲找通法司检方是怀疑庙方的主持谢芳智有替林大华洗钱，搁用手机甲共案被告来联络。昨日敲找发现，伊甲手机藏伫咧洗衫篮内底。高雄地方法院认定伊对案件相关的人员有影响力，裁定羁押禁见。民进党伫为林大华涉贪的案件搁扩大，因为通法司甲林家，还有林大华经过新老爸基金会来往正密切，检方技术整合新的事情，2摆搜查通法司，将主持谢芳智带回讯问，而且透早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讯问涉案相关人员后，认为洪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，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。于今日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原本就是下晡开羁押庭的通法司主持谢芳智雄身体无爽快，不过了后身体转好，羁押庭照常召开。涉案的通法司主持谢芳智，第1日原本予检方付令100万交保，却伫昨透早遭到成下。高雄地院用3点钟来开庭讯问了后，暗时裁定谢芳智改做羁押禁见，各禁止接见通讯。被告经讯问后，虽否认犯行，为卷内有相关证据，足认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事实足认被告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，尚难以拒保等替代手段代替羁押，而有羁押之必要，应予羁押，并禁止接见通讯。民进党廉政会日暗时开会讨论林大华涉诈领助理会者案件，会后决议立案调查。现在检调的动作还是蛮大的啦，就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新的发展，所以我们密切的注意。民进党廉政会主委柯俊甘也表示，林大华牵涉诈领助理费甲通法司不法金流这2个案件，拢有并入会期来讨论，不过目前也未定处，会先请林大华来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